讲话啊？我等你跟我讲话啊，因为我要有你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咱今日是一个真厉害的节目。今仔日尔。对，因为什么意思？无啦，咱平常时普通普通啊，但今日有一个真厉害的任务要来。哦，真厉害！唔知讲啥。为伫吼，即摆有一个节目，咱要介绍这个囡仔节目，所以你就是要用囡仔节目的声，主持人的声来挑战。什么是囡仔节目的声？你想看卖，甲你脑夹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毋是安尼啊，金蕉啊，遐咯，你做嗨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哇，即种个啊，金蕉，你是手去夹着，紧试一个啦！大家拢无听过你迄个夹仔音，夹仔音是啥啦？所以哪互夹仔夹着安尼啊？大家，你是啊声，过来，大家好，你这是啥？我无声啦。竟然你安尼啊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怪怪啊！我无法度主持囡仔节目。是的哦，无你就是用一个较高水，比如讲甲狗仔甲猫讲话声。来哦来哦，你鼻仔有甲讲的，你鼻仔是无爽快，有一个红声的声。我毋知呢，要安怎讲？无你幻想一下，你甲你男朋友讲话。我无男朋友。你未来男朋友，该塞哪一个安尼？我巴肚枵啊。这世人可能无男朋友，男朋友若是有介意即型的吼，写不来吼。啊，这嘛爱甲大家提醒一下哦，你若是有你互你的囡仔看阿狗的节目啊，这集可能上歹听，等18岁以后才听吼。甲伊等老阿公，迄集是共款的意思哦。对，好啦，去试一个啦。好啦好啦，大家好。你拄则毋是安尼，去一遍倒等咧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有啊，成功啦！好啊，你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拍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一个来事，还有甲观众朋友下一步用台语念出来，请问你拄则是咧创啥？你做紧张的是无？我就紧张。咱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大家好，我是强的。强的，金蕉啊，遐你奈无讲你拄则迄句？倒一句。我是金蕉，我袂食囡仔，大家拢知。你即摆听 Podcast， 我嘛食袂着你，请放心。变怎？金蕉啊，遐要甲我食掉啊？对啊，你两个会惊无？会啊，阮18岁。大家拢黑白讲的，甲恁黑白变共款。但是你讲有要食18岁，我18岁、19岁，听讲你是食。太薄啊，无啦，毋是啊，真正无咧食啦。听讲你是食迄8岁、9岁以下的。我真正无咧食，是看到因吼，就足欢喜的。啊，所以看起来人就足有精神的，会较少年哦。大家拢去甲囡仔佚佗，看台语离校，安尼就足少年的。哇，一开始咧拍广告是。另外一个人，大家较青分淡薄，因为偏向是大家看到的，毋是伊的人，伊是人。较只听到伊的声啦。对。大家看袂到我本人，看袂到伊本人，但是咱听到声。对。安尼咱先问金蕉阿兄好啊。好，金蕉阿兄，请问你是倒位人啊？我台北人。台北人啊。艋艋。你一般咧儿童节目有去问过你是倒位人？有讲过，啊，毋过无人问过呢。啊，独家。平常时间有咧讲台语咧。有啊，伫咧厝诶拢甲阿嬷厝内人拢讲台语。哦，好，安尼问看咱强诶，强诶啊，听起来都出来咧。阿强兄好啊，阿强兄你倒位人？我嘛台北人。你嘛台北人？对。但是你两个台语用做好诶呢，甲我熟悉台北人无啥共款。应该普通啦。普通。哦，我熟悉台北人拢无啥会晓讲台语。真诶哦。对。可能阮艋较侪咧讲台语，阮爸爸真敖讲。恁车边的时阵拢。因咧食，阮爸爸因咧食病的时阵，拢唠台语哦。过来，你过来。因咱自细汉有伫讲啦，细汉有咧讲，厝诶是讲台语啦。哦，所以阿强兄厝里嘛是咧讲台语。对，爸爸妈妈拢是讲台语，台语人。哦，因为我以前细汉时阵你看，不，因为我真正细汉时阵你看迄悠悠台的时阵，我是毋知影金蕉阿兄有讲台语呢。真诶哦。你伫咧儿童节目内底敢有讲台语？较少讲。啊，毋过有当时啊讲，即马社会就是较开放，以前真正较少讲。
伊袂特别互阮讲，哦，有当时其实会走出来一两句会去用加掉的对了。会去用加调去。哇，对啊，那安尼。较早是电视顶管，可能中广会甲你交代讲啊，较莫讲诶，较莫讲方言啦，嘿，就讲拢讲华语为主啊，华语为主，嘿。啊，毋过阮自熟悉，阮两个私底下拢讲台语，台港拢讲台语，频道的对啊，哦，赞哦。听讲恁两个原本就是熟悉，较早有合作过啥物款的头路？我应该算第一个工课就是甲伊有合作吧。啊，第一个工课，我久以前，要不开始食囡仔以前。系啊，迄当阿伯，迄当个少年20通岁呢，暗免安尼保养，暗免安尼保养，就算较刺激的，刺激，就甲伊熟悉啊。安尼哦，啊熟悉过程就是敢有啥物趣味的代志啊，相拍，毕竟这是放假。我会记得我第一摆看到伊的时阵呢，伊就咧踮遐咧做伊的道具，做道具，嘿，伊做道具的时阵啊。面足臭的咧，面足臭的，严肃安尼，无咧笑，无咧笑。我想，哦，这个人咱看起来有淡薄臭屁哈。无啦，伊就安尼点一下头，啊，其实伊嘛无讲真正臭屁的，只是无咧笑。啊，伊咧工课时阵真正拢足认真的，对第一摆就开始。拄只阿公遐入来，阮看到的第一眼，伊就拢笑笑啊咧。还是讲伊做工课时阵会切一个，嘿，伊是恁无咧甲伊工课吼，准开伊的开关。咱遮嘛是咧工课，恁咧讲啥？是较专门的时阵，甲迄伊工课有关系。所以即摆讲咱无专门，无啦，听出来啊。这对伊来讲，伊咧开讲，毋是讲伊咧认真做工课。无共的物件，甲翁仔有关系，伊就足认真。因为当我伫关系，啊，伊当要来排练。嘿，所以伊来，因为阮伊个头一届见面，对，头一届见面，知影伊会来，毋过毋知影是谁。嘿，爱来就讲，如果讲伊来，啊，如果拍一下招呼，就甲讲，排练伫地下室，啊，你爱小等者，因为其他人还袂到。啊，伊时阵佫长头章，伊长头章，系啊，甲差不多甲腰只。啥物就长？无啦，我开讲真笑。因为你可能打着我的头章。无啦，伊是长的哦。长一点嘛。哇，会使你讲扫者无？系啊，哦，足飘撇的哦。你有叫扫着无？无，我毋敢看伊迄面拢无咧笑，我就边仔甲讲你好，我就紧行边仔。啊，你合作到当敢有过啥物？就是较激烈的迄种沟通啊，是啥物？阮两无咧，阮两个个性就只小型的，无啥物激烈。毋过阮两个真有缘分，就是阮拢姓林嘛。嘿，啊，阮爸爸名佫差一字啊，啥物？这是会使公开是无？就是今朝啊，现在本名是会使公开。哎呀，大家拢知影，几回本名大家看到拢知影。伊爸爸甲阮爸爸的名差一字啊。啊，阮爸爸叫庆良，啊，阮爸爸叫清良。有无？微良，香良啊，香良呢？香良的后生，厉害呢！安尼想要请问恁两个啊，当初是听到讲要来接这个台语囡仔节目的心情是啥物款？真欢喜，真欢喜。因为阮当有一段时间拢无合作啊，对，无做伙做节目啊啦。因为阮进前做节目拢是一站一站安尼，一个 case 结束啊，都可能都。毋讲阮私底下会联络，无继续合作，无膝头顶悬的合作啦。嘿，啊，毋过阮私底下嘛是各会联络。啊，毋过即届要开始做这个节目，阮两个知影，是阮两个真欢喜。啊，毋过嘛，其实会紧张啦，其实会紧张。所以是制作单位直接找恁两个，也是讲，譬如讲，伊先找某一个人介绍互某一个人。无，伊就讲我会甲谁合作，我讲哦，伊会甲谁合作，安尼。所以原本就找好啊，安尼啦。因设定好啊，毋过听到的时阵嘛是真紧张。紧张的原因就是讲，毋过恁即个节目两个爱全部讲台语，访问嘛是，对，都是淡薄紧张的，因为进前拢用华语咧介绍节目嘛，恁捌真正用台语去人开讲。其实打开始的时阵嘛，真正足紧张的，有当时一寡字用袂出来，你敢知？你雄要讲袂出来咧。你头壳你等你写，啊，毋过那拢是华语。尤其是你无卡本爱访问的时阵，你对啊，时阵讲袂出来。这是用忽然间啊，你就讲默契是要怎讲？
慢慢学过，你就知啊，较麻较大吧，对，可能就是安尼。阮会讲，阮是当机甲倒头。安尼就是这样默契的意思吼。对啊，对啊。请问你两个敢有做啥物准备咧？譬如讲要上课，上课，对，线上的课，嘿，线顶的课，开讲，阮两个都是。小拄着拢是讲台语，阮就讲啊，无咱拄着就讲台语好。有当时咱会家己拉一个，讲咱开讲者好啊，啊，都拢用台语，嘿。都无代志都卡互伊啦。未开始的时阵，每一礼拜阮会约一两工伫咧线顶，就开始练台语开讲。讲你昨咧做啥迄种开讲，就是开讲是完全是开讲。趣味呢，咱迄当阵咱毋知哈，咱就甲因 call in 呐，打电话就做伙开讲啦，做开讲是开者。啊，毋是干那单纯开讲哦，嘛一个老师带阮做伙开讲。有一个老师教阮做伙开讲，因为阮讲毋对，阮家己毋知嘛。老师来讲，安怎讲？都一个老师甲会使讲，国文老师，是咱国文老师，像咱节目国文老师阿东老师，阿东啊，伊是教阮上课，嘛有一个是算台语国文，对，阿红，主持，真正有迄阿红啦，阿红啦，阿红啦，阿红啊，那隔壁真个阿红，就是节目的啊。修行的迄一天，修行的迄一天。阿红听恁伫开讲，做伙开讲，阿东甲恁上课。嘿，系啊，阿东老师是较正式的帮阮上课。了解。阿东，我要搁甲你寄发票过去啊！哈，阿东，你有听到？阿东嘛有来想过这部，对，伊嘛是阮线顶的好朋友啦。线顶的好朋友，进前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做迄活动，看到阿东老师本人哦，伊足少年的呢，对啊，足少年啊，少年甲变过，嘿，你气质，我惊一个呢，徛伫路边的去互风吹走，看到伊我怎啊冰沙哩，结果是你去互风吹走。毋过咱伊甲头一届看到，毋过甲伊敢若足熟悉。对哦，阿东老师有一个足亲切的感觉，嘿啊，你会使甲考虑甲伊食掉，因为伊就是看起少年，上面都要食。毋过吼，我有看过较少年的小朋友，所以阿东老师先放在边啊。台语嘛，就练顿的小朋友。嘿，哦，毋知食台语足够诶，安尼台语变较赞。啊，无来试食看，啊无啦，你莫讲黑白讲啊，大家拢相信啊。我想要问金州阿兄，就是我有看你的普文，恁两个有去考台语认证考试？对，我一考呢。考东老师就甲阮教台语嘛，对，阮即摆其实已经考到 B1 啦，其实 B1 啊，要甲 B， 你有去考 A 吼 ？A 有 A 啥课错开？你去考 A 的时候，感觉讲啊，早知报 B 无？嘛无呢，我有考过，我嘛有考过 A 呢。阮当 A 更考的时阵，阮本来嘛是想讲应该摕无啦，嘿，A 更摕无？本来是安尼想，嘿，阮本来是安尼想，阮无遐看重家己。对啊，因为真久无考试啊，真久无考试啊，你去考，刚开始已经开始来念嘛，伊就听那大家拢咧念，已经开始啊，念啊，那看伊拢无咧念。伊就讲要开始啊，啊，毋过你又看边啊，那会拢还袂迄种，啊，伊边啊无开始，啊，所以无开始。你有坐几排拢我开始啊。原来老师无甲恁解说，因为迄个机器有网络差，所以毋是每一个人会共一个时阵开始。对，我毋知影。真正我有拄过，就是我第一摆已经开始啊，后壁搁伫迄，我来讲，迄有一个压力呢，因为你念了，别人搁咧念，你会想我奇怪，啥我念遐少安尼，你知无？而且有当时我念了，我可能已经无数啊，我袂硬到，因为我知影加讲会加毋对，所以我会停落来。譬如讲剩5秒，啊，你会听讲奇怪，后壁人咧讲你讲话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足紧张诶，讲诶。我感觉伊即摆有改变啦，伊头前有一个解说讲你爱怎啊回答，所以即摆上新的即边袂歹。哦，咱已经足久无去考啊，所以你可能已经是啊，免考啊。你点哥有去考？我有去考上新的。上新的吼，有一个干那味的出来讲，对啊，我袂惊，所以我无去考。袂惊。有伊真一阵仔卡受伤，牙乖啊，无去考啊，因为我去看诶考场，伊伫4楼了，拜拜。有电梯啊？无，有诶学校无电梯，我有先去看迄度。哦，你有报名，对，你看了。因就讲，你若是有迄种特殊诶申請，你爱提早讲，我也知半年前我会跋倒。我半年前你报名诶时候，我毋知影我这2个月会跋倒。赶紧。对啊，真趣味。考试诶时阵，佫有啥物？考试的时阵啊，咱这个上新的嘛有去考啦，嘛有去考
啊，毋过成绩还袂出来啊，袂出来，毋过我嘛就惊出来。有信心无？有信心。完全拢，阮两个都讲无信心。阮听诶 B1 毋知听偌久。恁迄评写写会出来无？无，阮 B 更咱已经考即道第3道啊。恁考啥道啊？阮要考到 B2 考袂过咧。有想啦，有想要考 B2 啦，想。直接去考 C 啦。B2 就过袂了，C 敢过会了。考 C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感觉考试对阮来讲，除了你要摕到 B2 以外，真好是阮即几个好朋友，拢做伙去。迄一工若像阮的台语日。对。啊，毋过阮要考试进前拢会先讲后一道要食啥。对，中昼要食啥？开讲啊，做伙去佚佗共款。所以恁是团报。团报。哦，无怪使你共一间啦，你著拢不爱甲我做伙报啊。爱团报爱共一间，足趣味的。做伙去考足趣味的。明年甲阮纠结啦。好。其实我感觉这考这台语认证有判一。你讲真重要。恁敢有去用认出来？有啦，就淡薄我嘛是安尼，啊你讲我就是大家认袂出来，伊拢就是大家拢认你讲我是骹去弄着，毋是目睭呢。对。伊走来甲我讲，我有看你迄节目，我就真欢喜，因为伊考台语就是对台语有兴趣嘛，所以会看台语台节目，我嘛真欢喜。啊，讲你还继续拍拼哦，阮内底囡仔拢真爱看诶，趣味啦，真欢喜。我拄仔讲诶是真诶，就是因为。阮有一寡听友，因感觉 B 考袂过，因为 B 有真侪爱写诶部分，但是伊大概拢差一点嘛。我就甲伊讲，无你考一遍 C 试看卖，因为咱试看卖 C 是你考你诶理解嘛，啊，有一寡评写，啊，你去考过 C 了，你就知影讲你有倒一个所在爱加强。伊 C 是无过，但是伊考过 C 迄届了，有迄个经验，伊倒来考 B 诶时阵，伊会知影讲，譬如讲伊诶阅读啊，还是讲伊诶作文，伊是要拄倒位去加强，因为伊伫 C 诶地形内底有看着无共款，所以伊 B 得过啊。我知，就是你考 B 考无过，就是考 C。啊，去考 C， 你就知影你也认真考 B 啊。你全部拢袂晓，全部拢袂晓。敢是安尼？连药拢药袂出来。对，咱是 C 的阅读量，譬如讲咱 B 的阅读量是安尼一页一半了 ，C 是一页，就长哦。对，而且进前我感觉上讨厌的就是咱去考试的时阵，伊会开始念一段互你。请问金蕉啊，兄摕一个金蕉两个捧个，不，最后伊问你讲总共偌侪钱？对，你叫咱记几个啊？啊，到尾偌侪钱？我听大家咁来算数学，数学袂晓就是袂晓来，才来搞考数学，我真是气者，你知？真的，即摆嘛，所以我感觉台语认证本来就是除了讲台语，考你台语日常的对话，对，啊，上重要，我感觉是考数学，啊，个考你记忆。记忆啦，记忆歹的，数学歹的，可能嘛爱小加强。我考几礼拜了，我就知影讲，你爱先看答案。有啥物选？对，用选的，较去听伊咧讲。我迄是进前，即届伊改即个方式落去考，咱连记都无爱多记，因为伊变用电脑来找料都无啊，料都无啊。因为阮讲一题哦，阮两个拢想讲啊，无想看卖，灯无去啊，我试袂出来。时间已经过啊，由于时间过，伊就无法度等伊看，伊即届变安尼。啊，前边都检查，无法度检查。无法度检查，这无办法检查。夭寿啊！你我刚才去考行，我脑干那3秒尔，那3秒过。你别打就好。讲到阿强兄，你是因为草偶师，毋知要安怎讲这台语。恁敢有伫讨论草偶师的台语变哪讲？阮之前问过老师啊，是讲是像草偶即个名词，伊个理解，因会当翻作讲人红啊。人红啊。比如讲布袋戏红啊，布袋戏红啊西，人布袋戏红啊。啊，就草偶师，老师是甲阮建议讲，人老人甲恁问。咱就会当甲人讲，阮是人红啊，人哦，阮布袋戏内底啦是有伫讲五书，就是做红仔的，对，因为阮会讲文音嘛，五书，但是一般是较无人讲啊。我拄仔有想到一个，伊是人教的，人教兄，但伊若教这个角色啊。我讲伫咱台的时阵啦，人教兄，人教的，对，嘛是会使。无啦，但是人红仔书是毋会使，会使人红书。不止人啦，你嘛有制作啊，所以给人啊使啊。对，冇做。所以一般草偶即个华语就是对制作到表演。高中无，那是咱讲华语草偶师，就是人红啊，就是人红啊，对，单纯操作安尼。啊，那是制作就变制偶师，制偶师做红啊塞，做红啊塞，人红啊塞。
好，安尼学着啊。好，阿强遐是因为即个工课带着水某，敢会当甲阮分享即个工课的内容是啥物？还有恁某到底偌水？其实我会开始做即道是因为退伍时阵去制作公司拍片。拍片，嘿，我们公司拍片，我们公司当多接一个 case 是帮一个杂志社拍影片，嘛是红仔的影片。阮当时制作公司的人，请专业的草画师来演出嘛。平常时一两身红仔跟草画师人有够，嘿，人有够，因就是人。我们就负责伫边啊帮因看头看尾。有当时导演的要求讲咱即个要5只全部拢起，毋过你草画师可能骹手无够，阮就要落去贴。落去贴的时阵，阮本来一开始的时阵讲，就摕毋得起来就好啊，摕就好啊。导演就会讲，哇，头前2线真赞，水，后壁迄2线咱拢无爱动。阮两个是来贴的。我这要求愈来愈侪呢。阮都袂晓动。嘿，有当一开始导演就可能毋知影，就会较大声甲阮讲。阮就足紧张的，你有感觉哇，全部的人拢咧等你，就开始问迄草画师讲，到底要动啊？就看就讲你都查某那样水，正边去啊，你都为正边去，为找美女来问就对啊。就水也无敢问好啊。是安尼哈。我一开始无安尼。一开始无，后来有啦。找水诶，后来才发现爱找水。开始安尼开始学。对。后来要安怎知影讲家己有兴趣？即讲老师到骹手变专业诶。无，你就是发现讲为虾米因人起来遮轻松？对。咱摕1分钟、2分钟，你就大来汗、细粒汗。哦。明明伊就讲跪正边去，咱就为倒边一直行。走毋着边，走毋着边。哦。对啊，还有看到讲无会用去恁兜，你用甲教无？到尾是毋是安尼？毋是安尼啊？这敢会使听哈，阮有囡仔咧听。有囡仔咧听。认真学啊，去恁兜学啊，囡仔嘛是安尼啦。后来有兴趣了后，就转去换做这吼。你会发现讲，因即道是一个真专业的一个石头啦。对。阮本来无想甲遐济。对。阮就想讲就人无够，阮就落去贴者尔。对。阮嘛无想着导演遮尔严格。就是导演问题。对。一开始真是为着讲莫定着去共影响着拍片的进度紧甲问一下。对。问才发现讲，哇，这无遐简单呢，毋是凊彩人嘿。对。就演，你就感觉这有兴趣。对。就去熟悉恁某甲伊问两个就做伙，就去甲伊做伙演，安尼哦。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是一段爱情的故事。爱情的故事。原来就是转导的，又个是爱情的故事啊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除了做红仔，人红仔，人的时阵有需要练啥物哦？譬如讲，人红仔爱练体力啦，手爱举咧，爱吊迄无？爱。嘛爱，真诶。拢爱练体力，真是爱练体力。真诶哦。嘿。所以你等下拄山顶走咧山骹。系啊。骹嘛爱练啊。骹嘛爱练。你安怎练咧？我也无看过。因为你食囡仔伊。还是骹本底就较粗一寡。若是听众有兴趣，伊要去倒找即道啊？是讲伊会当去找啥物老师来学？敢有？其实台湾即马你若要学，因为红仔有足侪种啦。对。嘿，阮即种较像美国像芝麻街迄种诶。甲一般可能布袋戏红仔迄种，甲阮诶无共款。对。阮来讲，阮会感觉布袋戏红仔技术层面比阮较悬一层去啊。无共款诶物件。嘿。对。我细汉第一个看到超偶师的时阵，就是迄水果冰淇淋。水果冰淇淋会使念嘛？咱兜诶。咱共一团的，我都想讲袂使念对，我嘛是拄迄个时阵开始的，我才知影讲有即个物件。我细汉阵真正当作迄是真诶。我嘛是呢，我细汉时阵，因为我细汉佫会学音呢。你细汉就水果冰淇淋？毋是啦。你讲。我细汉时阵可能是袂晓讲诶。毋过我会学迄红仔哦，我就看观察伊迄红仔，我就摕迄。棍啊，放喺手下，因为我感觉因的手哪有那个两个棍啊，我就感觉伊本地就是这样。就像咱咧学布袋戏时阵，就是安尼，我就咧播音。我你家在遮无迄我镜头，无咱啥也毋知创，毋知创啥，像个无音啥。讲到这，因为最近拄好有一篇文章，你学了恁两个人伫出活动的时阵，真爱互阿狗即个角色啊。互相配合，莫互囡仔看到即个人红仔的师傅。平常时恁敢有讨论过讲，拄着即个状况要安怎处理？
啊是讲迄就是恁两个有当机甲倒头久啊了练出来的。我感觉是当机甲倒头，我无啥讨论过这件代志呢。但是恁两个精神拢是有即个意识，就讲我要保护囡仔，无爱互因看到即个物件。对，这是阮心内感觉，就是圣诞老阿伯共款。囡仔若相信，咱就爱保护即个角色。毋过，所以我即马甲大汉，我嘛是相信有真正有即个人，伊只是可能是伫你身躯边，毋知倒一个人，伊就是你的圣诞老阿伯，会做一寡互你真欢喜的代志。毋过你毋知影是伊做的，真正有即种人。伊迄个意识形态伫咧，但是伊毋是一个具体的人，毋是具体的人，毋过真正有即个角色伫这世间内底，所以伫个囡仔心目当中，应该阿高甲我共款，我心内嘛是有阿高甲伊无共款，阿高是我另外一个朋友，对，阮就会去保护伊，莫互囡仔感觉这到底是安怎？对啊。因为迄篇文章写甲都有诶，就讲就是囡仔看到恁，伊想要甲阿高翕相，结果迄金少阿兄甲你就讲，阿公兄，不，你就避起来咧，莫互囡仔看到讲阿公兄走入迄个箱内底，迄阿高就出来，阿高就讲话安尼，伊讲足感动诶，因为伊是爸爸，伊伫边仔看，囡仔就免甲囡仔解说，因为囡仔讲，阿高咧伫笑，内底有人，我来讲内底有人，我嘛感觉讲内底有人是咧保护阿高诶，对啊，真正是咧保护阿高。是啊，我感觉金少伊反应足紧的所在。对，其实阮出去录影的时阵，边仔嘛有足侪人嘛，不只是咱还不只是咱的受访者尔，边仔有足侪观众。还其金少伊会甲阿高，敢若顾囡仔安尼啦。我感觉伊就是真是甲阿高当作伊真是带出去。做是个囡仔，囡仔朋友，恁两个拄则就有啊，听面有录一段影片，真趣味。本来阿高要甲金少翕相，结果两个开始懵起来，你知？阿高就足古锥，趣味甲咧。对，我感觉就是你啦，我感觉你出去做事的时阵，你若带着阿高出去，我感觉伊拢会想到，真是顾囡仔的阿高阿嬷交代伊讲你。我这个孙，你甲我带出来，你甲我带回来，还个带回来，爱顾好安尼。对啊，就是有当时啊，若有啥物状况发生的时阵，你就会讲一个笑话啊，互囡仔看我这边，啊，伊就其实就时间准备啊，因为伊较无方便去刷位，也是安怎，我会做别项代志去互因看，啊，因就连面阿高伫迄边哦，啊，伊就出来，安尼就拄啊好啊，对。我想要问我阿公兄，因为像人讲演员有无，真正投入去迄个角色了。伊会毋知影讲，伊咧演迄段诶时阵，伊啥物，伊会变做迄个人。你用阿高诶时阵，你敢嘛是安尼？你敢会行不出来？阿高就是阿高，阿高是阿高，阿我是我。你诶人格伫咧阿高出现诶迄个时阵，就切换起来，对无？阿高，无切换，迄明明都是两个人。免切换，无切换。咱即集头前爱扛经济，扛迄甲迄家长讲，因为你看阿高诶，即集先莫听，莫放互囡仔听。18岁以后再听。安尼真赞，安尼真赞。好，安尼等下敢有机会，咱请阿高来甲阮介绍者。因为今仔要工商服务时间啊，我感觉讲会使咱请阿高来讲者，咱即阿高出任务，会广告。阿高，你得发现讲，因两个真正无共款。安尼会使甲阿高开讲。阿高，你用出来无好，来欢迎阿高。阿高，阿高，叫我叫阿高。欢迎阿高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哇，我是阿高。阿高，今朝你来伫遮？我来访问。你来访问？互人访问啊？是哦，安那无带我来？无访问你。你是访问了的吼？对，你拄则有翕相啊，你袂记了？对啊，你有甲翕相啊？我毋知影你要访问呢。对啊，我就是咱翕相无，咱来遮是拜托你出来，阿高甲大家宣传，咱阿高出任务。对，真是的哦。你会记得拜几无？我会记得啊，每礼拜5下晡5点半。哎呀，爱收看啥？阿高出任务，你若毋知有啥物，你用去线顶看，线顶拢有，线顶拢会当看哦。哦，爱看倒一个频道咧？爱看倒一个频道？是看导游还是看频道？看频道。看台语二小对无？台语二小，而且台语二小拍好，找一个阿高出任务，就安尼就使啊。对，爱记你爱甲咱起点点啊，起点点啊，起点点啊，对啊，即马还有一个哦，是，听讲甲线一边有一个天星的形，你甲起落叫粉丝热推，要将甲撒出去。
哎呦，新功能呢，新功能，粉丝热推，买奖这个杀出去。哎，厉害厉害！阿高，你等下要倒？我要等去找我妈。啊，我这有麻糍，你要食无？真是的哦。啊，是啥物口味的哈？土豆的。我变干那个，有麻糍呢。对啊，好目睭金者。哎，大家做伙食，这做伙食。对啊。食平安，食健康的啦。是哦。我知啊，等下咱哪食麻糍，哪来看阿狗出任务。好，多谢阿狗，安尼你搁休困者，等今朝做伙来等，好吧？好，你等我者吼。多谢啊，多谢。看到阿狗本人真做古锥的，敢有迄囡仔会像我安尼哈？看到阿狗就是咪甲懵的。有，足济。阿狗敢会使懵啊？尽量莫摸，无啦，是惊阿狗哦，大家拢爱洗手啊，惊去摸了，大家拢爱去洗手。是安那？阿狗摸足侪遍咧，啊，你搁去食物件啊？对，少一个人摸阿狗的手会乌去。真的。对啊，毋过就是看到你熟悉的阿狗遮古锥的，你就想要去甲伊接近，迄是正常。阿狗真做古锥的，最希望就是阿狗会当来暖我的身躯，甲我抹掉掉安尼。所以会用来参加台语台的活动，会用翕相，做伙翕相，你就有一张甲阿狗的相片。哦，咱等下就是用咱的特权，家己甲阿狗翕相。对，会使。真欢喜邀请了恁两个来。其实阮想要问的物件伤济啊，但是阮就是想要互迄听众朋友知影讲，人阿西的人是咧做啥物啊？金州阿兄其实伊会晓讲台语哦，伊台语做好诶，佮伫咱遮主持节目哦。对啊，阮的听众就是爸爸妈妈诶。嘿，看我大汉的爸爸妈妈，嘛爱做伙来讲台语。啊，恁家己讲有啥物问题要私底下要问的，拢会使哦。真诶哦。要问。金州阿兄讲，大家爱快乐大汉，咱无快乐，但是咱有大汉，已经完成一半。哦，这段听你大家拢会记得这段？因为阮拢无快乐，所以我敢来给你大汉一个来。人生过啊，这么快乐诶。其实我感觉吼，无快乐的人足济，我家己嘛无快乐啊。你是咧哭？无啦，我你目睭来欠脸啦。伤激动啊，你知影？伤激动啊啦！对，其实我感觉无快乐的人，即马真正真济。系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有当时啊，你感觉吼，像咱已经咧头路啊，你感觉别人成就那较济，咱啊，咱工会数啊，已经做遮济啊，我家己一张那白纸共款，你免紧张。我感觉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时阵，你即马就是咧扣力咯，扣力，家己力扣的。有一天你发现你家己介意的物件，你迄力就砰爆发出来。你下骹迄条满的时阵，你就会砰，就一个大招出来啊。对，你就大招出来啊！你就做你家己上介意的喜欢的工课做了上好，安尼就好啊。无一定讲啊，伊就是卖股票趁遐济钱，咱就爱甲伊共款。咱咧种田，若甲迄田种了诚好，米做了诚好，你嘛是一定一个人啊。对，真正是安尼。有啦，咱录影的时阵，咱有一个受访者拢甲咱讲啊。我感觉伊讲一个代志，咱两个就会足感动啊。伊就讲，你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做专业，还是你足介意的代志，敢袂使做甲上黑尾安尼。就是咱即马咧做的头路叫做职业。咱去访问无共款职业的人，啊，毋过有一款人，家己即马做的代志，当做职业。职业啊，一生的职业啊，都无共款的，一生的职业，你就讲，我介意即件代志，我就要甲做甲上好，做甲上认真。其实安尼是真困难的啊！你做的代志嘛会互人感动。有啊，你甲即个囡仔界的偶像即件代志，做你一生的职业，我有感受到啦。阮即个强啊，人红啊西的职业，我嘛有收到啊。而且伊个有娶某啊。这就是一生啊，一生啊。刷落来就要期待黑边甲白边，这两个边甲老，边甲食土豆，安尼看伊两个就是做在职业吧。我两个拄则咧讨论讲啦，冤家的时阵要念册，就是不爱开讲安尼。直接念册哦，讲一段。对，我俩演啊，伊搁要甲我创咧，伊甲我讲啊，我念这啊，你会伫遐演，就是迄个音效。我讲安尼是咧甲我变啊，是咱咧冤家，我听袂出来。无，其实佫有一真重要的代志是，你伫咧你做你即道的当中，你用发现你边仔上好的朋友，做伙拍拼，安尼就会有人斗阵，迄种感觉真好。我早就知影伊爱我，伊只是歹势讲。伊在你边啊！伊真诶，伊歹势讲啊，因为伊是一个就是甲爱藏伫心内迄种诶。好啊，好，因为伊歹势爱我，伊规面拢红去。后来也是真欢喜邀请到金正阿兄甲阿强兄来，因为毕竟啦，咱食甲无，我是替观众讲诶，
观众食到迄个岁数啊，有人来好好甲咱关心，真正是一件做细项，但是伫咱心内做要紧的代志。虽然讲我甲白边节18节19，但是我嘛是关心大家身体健康啦吼。当然。笑啥？无比阮两个较大，两个16、17。安尼，紧收尾，紧啊，莫。好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，多啦，阿狗你嘛来哦，我当然嘛爱来啊。啊，搞对有着阵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来去出任务，未开始。伊要走咧，咱无叫因唱歌呢，哎呀，对啦，紧来，你搁等阮一下好无？够阮3分钟好无？毋通加钱啊，毋通加钱。来啦，金钟阿兄会使唱歌，阮听无啦？一定会使啊，阿狗你会使无？金钟，你要叫咱唱歌呢？咱无咱叫伊唱头前2句，叫因先唱，咱才唱。好，而且咱拄则有摕一个物件交代金钟阿兄。真正啊，迄真正赞咧。毋是金钟，听面有迄个乡很好演员吼，真正赞吼，真正赞，圆啊哦。来遮的来宾，大家食落拢感觉学了该当去迄遮真正好呢。阮一摆买5块，你知影？真的假啦？真的，阮是顶一柜开始食，来宾来跟因烧声讲来你食一粒啊，我食落了，大家拢掉咧呢。会掉的，我等下要去找看觅。即摆伫个水面顶无，即个吹面顶，足侪人伫讨论呢。我本来要伫下骹楼的讲，拜托啊，阮半年前去食，恁真正发现，但是因为阮袂使去甲人拍广告。对啊，无就叫伊啊，恁这边。我的冠名之赞助，会sponsor，变成咱电台使卖药啊来，以下开放看到的是咪？一组2组，金蕉要3组啦。好囝啊，唱一下，你先啊。任务来去出任务，金蕉阿狗，小就出任务。紧呢，毋通搁输，咱毋是要去佚佗。斗阵来熟悉，无共款的头路，功夫我若看无，认真做伙来学，有师傅的撇步，大家拢学咯。现场的，爽啊，好啊，你就好啊，有够，袂搁免搁加讲啥，大家听有就好啊。阮看到现场啊吼，阮要去一家金蕉仔遐食掉啊。好，大家再会。唱歌唱甲伤欢喜，煞袂记讲，祝大细汉的囡仔节快乐！祝大家囡仔节快乐！